今日咧同大家講下債息飆升啊嚇，咁啊近日咧全球政府嘅債券都面臨一個拋售潮啦，即係相對個債息就飆升。咁啊，如果講美國30年期債息就去到5厘啦，被指係個警戒水平。日本嘅同期債息咧更加去到有統計以嚟最高一個咁誇張嘅水平啊嚇。咁啊，洪生不如先同我哋不如總結下先啦，因乜事債券捱沽債息飆升咧，同埋我哋而家係咪就要進入一個債息高企嘅新嘅時代啦？呢個主要都係戰爭遲遲唔可以結束啦。咁所以油價而家又去翻110左右嚇。咁如果你係睇呢個 spot price， 即係呢個現價嘅話咧，去到最高去到140、150噶啦。咁所以對於一個老百姓嚟講，譬如話呢個美國人嚟講，咁佢舊年到而家佢個汽油費升咗100%，食用油升咗60%、70%。麵粉、咖啡都係50以上嘅升幅嚇，咁所以你好難話就係話呢個高企嘅油價唔會影響呢個通脹嘅預期啦。咁所以種種因素疊加啦，咁我哋最近就見到呢個通脹預期喺度好快咁升溫啦。咁但係咧，對於譬如話啲日本債嚇，佢30年日本債、40年日本債都係去到有史以來最高嘅水平啦。咁所以日本政府仍然係需要一個寬鬆嘅貨幣政策去支持嘅經濟運行。咁你諗下喺一個通脹嘅環境下，你仍然要堅持一個寬鬆嘅貨幣政策下，咁你個呢一個日幣係一定會貶值，咁同埋你個日元嘅日債嘅呢一個息率一定會上升啊，咁先可以補償投資者買日揸呢個日債佢要經受嘅呢個購買力嘅損失啊。咁你所以諗下，全世界都係咁樣同一張話，英國喺呢個通脹預期高企之下，你要堅持呢個寬鬆嘅財政嚇，德國又要建各種嘅軍隊等等等等，咁呢啲開支都會造成呢個通脹預期上升啊。咁同埋咧就係呢一個戰爭遲遲不可以結束啦。咁最近甚至傳出嚟話係要再次進行呢個軍事行動嚇，因為佢美國要求呢個伊朗去放棄佢嘅核計劃，咁呢個基本上冇可能嚇，即係所以呢一個談判如果係基於呢個核計劃是否能夠進行嘅基礎上，基本上係冇，佢係冇呢個談得成嘅呢一個可能性。伊朗局勢方面咧，能源價格上升推高大家對通脹嘅預期啦。咁我見到利率期貨或者利率掉期方面，其實都反映緊聯儲局可能喺明年3月底之前咧，其實已經可能要加息。但係你覺得呢個係一個短期定其實真係一個長遠結構性影響咧？近期話依家咧越嚟越 hit 一個 term 叫 natural 交易啊嚇，即係咧其實即係轉翻長寫嘅話咧，即係霍爾木茲咧冇可能開放嘅意思。喂，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通脹上升驚加息嘅呢樣嘢就未必係短期嘅問題咯。咁係咪一個變成一個結構性我哋經濟底層嘅一個問題咧？起碼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話喺未來半年到1年之內咧，大概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同埋我哋做市場交易嘅話，其實你長期1年、3年、5年呢啲，對於現在我哋嘅 position 係冇乜影響嘅。我哋而家最緊要就係睇我哋短期入邊呢一個通脹嘅預期如何變化，戰爭嘅格局如何變化，咁同埋呢一個國債嘅收益率如何變化，咁呢啲反應係我哋影響短期交易嘅最重要嘅因素。提到咧頭先有唔同嘅原因啦，即係一嚟個通脹預期其實已經形成咗啦，環球嘅通脹預期。第二就係各國其實喺財政預算都可能會增加，有可能部分國家係喺軍事嗰度會增加嘅。咁譬如日本嗰啲大家都知道啦，可能增加多啲嚟去應對一個高嘅通脹嗰個問題啦。我見咧最新咧彭博早2日都有啲新聞就話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正喺度準備咧，希望可能追加一個預算嚟應對中東衝突咧，嚟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嗰個衝擊啦。咁喂，呢個價格呢個措施會令到嗰個債息繼續向上啦。咁向上嘅時候，頭先都提到喂，大家好擔心日 yen 嗰啲問題噶嘛，咁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其實真係沒完沒了噶。可以咁樣講啦。咁而家日元去到
160左右啦嚇。咁其實我哋之前講過，去到180基本上冇乜懸念㗎啦。咁如果呢一個劇本咁樣繼續演繹下去咧，咁其實嗱，你諗下，你一邊通脹高企，一邊呢個油價高企，同埋咧呢一個日本要堅持佢嘅寬鬆政策，否則呢個經濟就會衰退。咁你諗下，你唯一要 give 嘅，即係你所有呢一個方程式入邊你唯一一個因子你要投降嘅就係呢一個日元啊。咁所以日元去到188，我覺得係大概率事件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呢個日本央行喺度不斷咁喺度干預啦，甚至用呢個放話嘅方式喺市場下喊話，就話呢個如果日元係升到幾多，我哋要大力干預啊咁樣嚇。咁但係呢啲阻得住一時，阻唔住一世嘅。講起咧日元嗰個貶值，近排大家市場有種揣測啊，因為見到最新中國同日本喺3月份都減持咗啲美國國債啦。日本通常都係增持居多，去到3月份食正呢個打仗嘅時間就做一個減持啊嚇。有啲人就揣測話係咪沽啲美債攞啲錢嚟去托個 yen？ 不過最新好似見到日本嘅官員就否認啦，因為佢哋話喂，如果我係沽美債推高個美債息，其實對我日 yen 都冇好處㗎喎。鴻浩，你覺得有冇呢一個需唔需要去到沽美債嚟去托日 yen 呢啲舉動？暫時不需要啦，暫時佢自己可以通過呢個公開市場操作去影響呢個日元匯率波動。但係你點樣睇？譬如啲日本機構其實3月份去沽美債呢樣嘢咧，另外有啲人就話：喂，其實日本債息咁高，即係嗰個需求而家咁低，會唔會都可能要透過沽美債啲錢嚟去買翻日本嘅國債呢？因為我見上日都有啲統計就話日本主權基金其實3月份就淨流入咗7億嘅美元嘅。咁有啲機構投資者就提醒：喂，你哋可能帶錢翻去國家咯，買翻啲日本國債，覺得呢個又有冇一個原因喺裏邊？需唔需要將啲錢由美債搬去印債？唔使啦，係啊，錢可以印嘅啫，冇錢可以印嘅嚇，所以我覺得並不存在呢種咁樣嘅或者呢個解釋好牽強，係因為你美債嘅利息喺度，利率喺度上升，咁同埋你個日債嘅息率亦都喺度上升。我哋啱講下30-40年債去到有史以來最高嘅位置。咁所以咧，呢一次升息係全球所有債券同時驅動嘅。如果你啱啱講係一種輪動嘅話，我買美債買日債嘅話，咁我哋應該見到美債嘅息率上升，但係日債息率下降。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日債息率比美債嘅息率嘅上升嘅速度更加快。咁所以我覺得唔太牽強咯，呢個解釋係。但係仲問多個先，點樣去睇？咁如果佢哋單月做一個減持美債嘅舉動，純粹可能係個別嘅月份，定係可能點樣去解讀呢樣嘢？會唔會係嚟緊一個長時間都會做，將啲錢又點樣做一個重新嘅部署咧？你係話日本嘅減持美債呢樣嘢點睇？首先日本好難減持啦，佢呢個都係一個維持你個reserve currency 嘅 diversification 嚇，即係呢個儲備貨幣嘅呢個比例啦嚇。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好難去話你賣咗美債，然後攞啲錢去救下。我哋仲係嗰句話，就係如果你唔夠錢係可以印嘅。但係你印嘅時候，你嘅後果就係第一，你個匯率會貶值；第二就係你個利率就會增加嚇。咁所以而家見到就係咁嘅情況。一個擴張性嘅財政政策一定導致印錢冇辦法㗎。你冇可能話變賣家產去賣呢啲啊，去搞呢咁嘅嘢嚇。我覺得呢個好牽強嘅。不過對於中國嚟講，減持美債呢樣嘢，似乎大家都見到係有一個趨勢。呢個趨勢應該相信都繼續維持啦。首先我覺得呢一個說法係只睇我哋中國嘅官方嘅數據，你冇睇到譬如話啲比利時帳戶嚇。咁譬如話我作為一個國家隊，我喺做交易嘅時候，我係不希望人哋見到我張牌，我張底牌嘅嚇。因為如果你見到我嘅底牌嘅時候，你係有一個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你有額外嘅信息去影響市場嘅價格，導致到我嘅 position 會受損嘅。咁所以喺我咁大 position 嘅時候，咁我一定會用其他嘅細嘅帳戶、匿名帳戶咧去做呢啲操作。呢度咧就要買個關子，今次時間差唔多，翻嚟繼續傾。